每一年咧嘅週年日啦，續保嘅時候咧，保險公司都會喺前1個月之前咧就會寄一張繳費通知書啊。另外仲有一個係叫做週年通知書，咁咧就提個人客啦，你張保單嘅情況係點啊？以往咧即係幾廿年咧，保險公司都係用紙本啦。隨住呢10年咧，全世界都推環保啦、ESG 啦，保險公司咧逐步咧都將大部分同客戶聯繫嘅信件咧就電子化啦。咁咧就用電郵係啦，咁咧就寄俾客戶。電郵咧有個好處嘅，其實大部分保險公司咧都可以咧 keep 到6至7年嘅電子信件嘅記錄嘅。你話 keep 呢記錄咧有咩好處咧？就方便投保人，例如有一啲投保人想跟翻究竟過去呢幾年嗰個保費加價嘅情況啊，咁可以睇翻之前嘅續保通知書，之前嘅保費收幾多啦。另外就有一啲人客佢哋係有做咗保單貸款啦，咁佢哋可以留意到究竟自己張保單幾時可能做咗一啲貸款啊，甚至乎邊一年突然間唔記得交保費，跟住保險公司用個自動模式將戶口價值幫佢去交咗保費，喺環保嗰度即係做到一啲嘅進步啦。咁陸續咧都會大部分嘅人客嘅來往信件咧都會用電子信件，即係用電郵咧寄俾客戶啦。不過咧電郵寄俾客戶咧事實上有部分嘅人客咧佢哋會唔係咁習慣，甚至乎唔係咁中意。有啲人客咧佢哋咧事實上平日咧就好忙真係日日自己公司都可能好多電郵，咁變咗咧佢哋有陣時有咗信寄到屋企，跟住就會提到佢要拆信喎，保費又要交啦咁。咁其實對佢嚟講咧，佢覺得紙本嘅信件咧係一個交保費嘅提醒啦嚇。咁另外咧就係有一啲長者啦嚇，咁長者因為唔係好熟悉點樣用手機啦，變咗咧佢哋都唔識用電郵嘅話咧，紙本嘅繳費通知書咧對佢嚟講咧，似乎就覺得好似安心一啲嘅，就好似咧我哋銀行啦即係個演變下，即係好多年前我哋仍然係有打簿仔啦，係嘛？咁每個月出糧就去攞本簿仔打簿。不過咧，我諗都有好似10年前開始，銀行都好似冇呢啲簿仔戶口噶啦，全部咧就即係用信件，即係唔使俾佢咁打簿啦。每個月嘅月結單就已經有記錄啦嚇。進化咧都會去到就係喺手機程式啦嚇。保險公司咧同一樣咧都係研發咗一啲手機程式啦，方便嘅人客，知道人客，咦佢需要有個提醒去交保費喎。除咗依賴紙本，但係又想推環保，係啦，即係唔好斬咁多棵樹，咁點做咧？於是咧，保險公司而家都會用手機啦。其中一個方法就係喺保單到期前，有啲係1個月，有啲係個半月就會 send 個 SMS 啦、信息啦，提個客戶啦。有啲咧就會send 電郵啦，提個客戶交保費啦。另外喺手機程式入邊咧，都會有顯示啦，有個啷啷嘅提醒啦，就佢撳入去就會彈出嚟提佢，喂，你有保費要交咯喎。唔同形式嘅方式希望呢個客人咧就能夠唔好依賴紙張嗰個信件去提交保費，而係用因為好有手機都係好普遍嘅事啦。咁收 SMS 咧提佢交保費咧，正路嚟講咧都客戶都大機會睇得到嘅嚇。而喺 SMS 裏邊咧，佢亦都進化咗咧就係因為而家都多嗰啲網騙啊嘛咁變咗保險公司咧亦都係啦。所有佢一啲大機構會攞咗政府嘅認證啦，喺嗰個手機信息保險公司嘅名之前又加有個井號嘅，咁嗰啲就相對就安全一啲啦。咁客人先撳入去睇個信息啦，咁就知道原來係提佢交保費啦。其實呢個咧都係一個進化或者我哋叫做
演變嘅過程啦，有陣時都好難走翻轉頭。不過你話啊，咁保險公司俾錢 send SMS 嘅嗰個網絡供應商咧，係每一個信息都收錢㗎。其實 SMS 係好貴㗎，唔平㗎嚇。你話係咪佢慳咗郵費寄紙張，咁就用其他形式去研發一個手機程式咧？要令到人客用得user friendly，覺得好用或甚至乎而家咁多 app。點樣令到個客覺得即係都值得去開個 app 或者下載個 app 咧？其實保險公司係用咗好多千萬不停更新、不停研發、不停揾 IT 嘅隊伍去改良希望令到咧客戶咧覺得保險公司呢個手機程式咧係佢值得下載，同埋係真係幫到手嘅隨時 check 到保單個內容啦，保緊啲乜嘢啦，保費係幾時啦，另外會唔會有一啲嘅健康嘅知識啦，都會集合埋佢哋強積金戶口啦，同埋佢公司如果個團體醫療都係喺嗰間保險公司嘅話，公司嘅團體醫療都可以一次過提晒個保障咧。例如網絡醫生啦，亦都可以用手機程式睇得到。咁變咗咧就隨時隨地嗰個手機程式咧都可以幫到客人。如果喺保險公司掟落去嘅投資嘅資金咧，事實上係遠遠多於佢慳咗嗰個紙張郵費俾客人嘅 SMS 嘅錢啦，研發手機程式，因為手機程式係不停要更新、不停改良噶嘛，嗰度真係好多好多嘅千萬嚟嘅嚇。點解保險公司除咗希望提供專業服務之外，佢哋有乜嘢動力誘因而令到佢哋可以投放咁大量嘅持續嘅資金去做呢件事情咧因為一間大嘅保險公司，客戶正常嚟講只會越嚟越多，最多保險公司每3個香港人就有一個就係佢嘅客。咁你諗下佢要做好呢件事情咧，事實上咧係叫唔容易啦，亦都要喺個行業裏邊咧做到一個榜樣啦，咁令到其他嘅細保險公司可以去學習啦。講翻啦，保險公司有乜嘢動力令到佢哋可以喺財務部投放俾資源佢哋去做咁多呢啲叫做服務嘅事情咧？主要咧就係因為喺國際上有一個ESG 環保嘅國際公約啦，而呢個國際公約咧將 ESG 咧就分咗3個範圍。第一咧就係環境保護啦，第二咧就係社會責任啦，第三咧就係公司管治。咁喺3方面，佢哋咧都會咧有唔同嘅評分。喺最後有一個總嘅環保評分高嘅時候咧，先至能夠吸引到國際性嘅大行基金公司咧去買佢哋嘅股票。即係投資者亦都會有個偏向，就係覺得呢間公司如果喺呢3方面做得比較高分數咧，證明呢間公司咧嘅係一個可持續發展嘅企業，係一個比較高水平嘅企業要求。一間上市嘅保險公司股價係非常之重要嘅。如果你話佢能夠做好呢幾個分數，吸引到國際性嘅基金經理嘅大行大嘅投資者去投資買佢哋嗰隻股票咧，咁佢股價咧先至會上升噶嘛，係嘛？人哋先會覺得佢間公司係有價值噶嘛，呢個係一個咧表面大家感覺上好似好虛無縹緲，環保好似好急嘅事情，但係事實上咧，呢件事情咧就當環球所有國家大家簽咗個共同公約嘅時候咧，希望可以喺嚟緊嘅將來點樣每間公司除咗盈利之外，都要對呢個世界係啦有一啲責任啦。所謂嘅責任係咩咧？就係如果我哋睇大圍啲你話全球暖化或者嗰間公司究竟佢哋嘅排污係點究竟佢哋嘅室內嗰個減碳用控制冷氣用紙張因為都會影響減少幾多棵樹木噶嘛，係嘛？
如果成個地球大家淨係為咗賺錢，而唔理環境污染，而跟住環球暖化嗰啲北極啊、南極啊冰川又一路融化，跟住所有城市嘅水位上漲，其實到時候就先至大家去做嗰件事情咧，就太遲啦。我覺得你話有呢一個環球嘅意識係非常之好嘅，不過每一個企業我哋而家能夠用依啲嘅分數，令到投資者去唔去買佢嘅股票，先至令到嗰啲企業除咗賺錢之外，而佢哋點解都要推 ESG 嚇？咁我覺得呢個好似一個叫隔山打牛咯，我自己覺得你唔做好呢個基礎，或者你開始做呢個步伐，將來你間公司就唔能夠持續發展，亦都冇人會買你嘅股票嚇。全世界咁多公司，其實大家就冇得講話鬥高分或者係鬥快嘅，只不過咧就係大家用時間慢慢去將每一個企業自己嘅內部去點樣去管治得更加好，喺員工福利勞資各方面嘅關係一 part 一 part 一 part 去做。你話喺客戶嚟講咧，我自己暫時覺得啫，即係你話行呢個環保咧，最近客戶影響到咧就係冇咗嗰個紙張嘅周年通知書同埋周年嘅繳費通知書一啲來電咁。事實上有一班長者佢哋唔識得用手機嘅話咧，我哋係需要佢哋嘅仔女咧去協助佢去用呢一啲嘅電子嘅交流或者電子嘅信件嘅聯繫啦，事實上係需要嘅所以大家都要有呢一個意識啦。同埋有陣時我有啲即係超過60歲嘅客人都覺得，哇！即係點解即係喺服務裏邊，哇！又要換紙張，哎呀！即係我咁樣會唔記得嘅喎，跟住咧又即係佢哋會有陣時會有少少微言，就覺得哎呀，即係咁麻煩㗎同埋一陣唔記得咗交保費，停咗張保單又點例如譬如提交保費啦，保險公司唔單止以前可能只係單一個月前寄張繳費通知書，而保費到期前個半月先 send SMS 啦，跟住又會電郵出啦，跟住手機程式又會再提個客啦。好啦，到保費過咗期，咦發覺佢仲未交喎，跟住保險公司喺保費過期之後15日之後又 send SMS 啦，又 send 電郵啦咁喺個手機程式再提啦。其實係比以前嚟講咧，係做多咗好多提示嘅即係只要個客人咧係有手機，而佢喺公司嗰個電話電郵係正確嘅話咧，咁佢一定係會收到資訊嘅。不過你話如果係即係長者啦，佢唔係咁識用手機嘅話咧，鼓勵啲仔女啦，可以幫佢去跟進啦，甚至乎嗰張保單會唔會加翻仔女做持有人變咗啲信息就去咗個持有人度啦，係啦，講變咗個仔女咪可以跟得到咯，即係有好多方法，我哋都可以協助個客人咧，去令到佢知道保單係到期嘅，我哋就唔可能100個客就100個都滿足到晒100個客，一定有部分客戶咧，佢哋係始終個適應學習會比較慢一啲啦，甚至乎可能有啲長者啲仔女都移咗民或者唔係咁住變咗有陣時究竟點樣急咧？咁呢個咧都係好靠我哋本顧問咧，每年去同佢溫習保單嘅時候，要搞佢了解佢現時嘅狀況咁我哋都會俾一啲好啲嘅建議佢點樣令到佢覺得嗰個保單收信件或者知道資訊會好啲。其實我哋咧好鼓勵客人咧，就嗰張保單咧就千祈唔好剔話不願意接受信息拒絕信息呢一樣嘢。有啲客人咧就覺得政府推行咗可以剔拒絕信息，咁而家就唔使咁煩啦即係平時唔使聽咁多垃圾電話不過咧，當你喺保險公司張保單入邊剔咗拒絕信息咧，保險顧問咧亦都係冇辦法去將呢啲信息咧係好簡單去俾到客人，咁變咗有陣時你話究竟係
得失呢樣嘢緊要啲咧？如果你係緊張份保單咧，我就覺得真係要接收信息咧，對客人嗰、個保障係會大啲嚇。你肯接受信息，個 agent 唔揾你，咁就係 agent 嘅責任。但係你剔咗拒絕信息就唔可以賴，點解保險公司唔通知你？點解個保險顧問唔揾你？因為你剔咗拒絕信息啊嘛，咁所以呢個我都要提大家啦嚇。其實我好記得咧喺2023年咁我咧就讀 MBA 啦，咁其中咧一個老師咧，咁佢就講，因為我哋其中有一科就係講 ESG 嘅就話其實行 ESG 咧，對金融機構喺香港嚟講咧，事實上咧係都有啲挑戰。其中一個挑戰咧就係全世界都人口老化啦，咁香港都不例外，越嚟越多超過65歲嘅長者，但係超過65歲嘅長者咧，未必咁信賴電子嘅工具，亦都比較喜歡真係紙本嘅文件，佢可以慢慢揸住睇。原因係可能長者都有老花，咁揸住張文件咧，佢自己慢慢睇唔急。但係咧，如果用電話睇咧，暫時咧都未係所有人能夠適應得到點樣褪嚟褪去點樣放大縮細都唔係個個。變咗當時咧，NBA 個 Sir 咧，佢都有講香港有未來都會有接近1/3嘅人口都會超過65歲啦。一班超過65歲嘅長者咧，佢哋個財務實力係非常穩固嘅甚至乎最簡單就係超過65歲就可以攞強積金啦，係咪啊？佢一定有一筆資金喺手閒閒地都真係40-50萬㗎啦，基本如果銀行或者保險公司都想幫佢哋繼續做退休管理，係咪應該要喺呢一個銀髮族裏邊去諗一諗，喺服務跟進嘅時候，究竟點樣可以做得更加貼心咧？都好同意NBA Sir 嗰個想法因為阿 Sir 佢自己都超過60歲啦，第一，即係佢都話好講，佢都好講到就係話都要有啲資金要慢慢策劃for自己退休。不過咧，有陣時去到銀行好多係電子化，佢哋又驚網上俾人好容易轉走啲錢，所以有好多佢都寧願親身去銀行親身去簽名，都唔想太容易喺網上處理到所有嘢。市場上仍然係有一班有實力資金超過60歲嘅朋友咧，佢哋係有呢個想法。如果保險公司佢哋係想發展銀髮族，究竟喺跟進服務開戶還開戶開完戶口之後，每年續保或者稍後再跟進服務嘅時候，所謂持續發展，究竟喺保險顧問嘅貼心關懷之外，喺實質保險公司嘅硬件有乜嘢可以去對呢一班有財富實力嘅銀髮族去做一啲額外嘅貼心服務咧？我自己覺得呢個係重要，同埋係要有創意，同埋要有同理心嘅公司高層，佢哋先至會諗嘅。如果一間金融機構，不論銀行、保險公司，如果公司高層係可能50零歲啦，係啦，佢一日未去到60歲咧，事實上佢未必會明白退休人士嗰個生活習慣，佢哋嘅想法，甚至乎好多大企業嘅 CEO 都未必會去到65歲啦，係嘛？咁即係話，永遠大企業嘅 CEO 都唔會有65歲退休人士嘅思維。咁佢點樣去設計一啲嘢，而令到可以 serve 到呢班銀髮族，而吸引到銀髮族佢哋去將佢哋嘅我哋叫棺材本又好，退休資金都好，安心放喺嗰個金融機構咧。我覺得呢一個係好值得所有金融機構去思考嘅問題嚟，唔係普通一個保險顧問噓寒問暖咁簡單可以做得到。喺保險顧問咧，當然做到噓寒問暖啦或者同啲客戶去飲下茶啦但係你話
到今時今日，如果將所有責任淨係擺喺保險顧問去提個客，或者預個保險顧問點樣去 serve 個客，就而唔係喺公司硬件裏邊實質有陣時我自己諗，既然知道銀發族有一大部分人佢哋有資金嘅時候，保險公司會唔會設一個銀發族嘅 VIP centre？而呢個 VIP centre 係 welcome 佢哋真係上去可以直接簽名，唔使用 iPad 簽名，或者就算用 iPad 都有 CS 嘅同事去招呼佢。就算唔聘 CS 嘅同事，喂，會唔會有一個咁嘅銀發族嘅 VIP centre 可以俾保險顧問做 booking，而保險顧問喺嗰度係可以用紙本嘅文件去同客戶去做，有多個選擇咧嚇。我覺得呢啲係真係需要保險公司高層佢哋明到嗰個思維，先至肯放資源去設立呢一啲嘅 centre，咁先至令到保險顧問可以借用呢啲嘅工具去 serve 銀發族，其實係一個 3D 貼身多角度全方位嘅安排。其實而家大部分嘅金融機構咧都會有一啲高淨值客戶嘅 centre，即係如果大家有留意社交媒體咧，我都有留意到香港一間好大嘅銀行都喺一個啊 ICC 即係一個好高嘅超過100樓嘅地方開一個高淨值客戶嘅 centre。一個保險公司 CEO 或者營業部，佢哋淨係睇有錢嘅客，我哋就要俾最靚嘅嘢佢哋。保險公司當然要賺錢啦，向有資金嘅客去俾額外嘅 service 都係應該嘅不過財富係有好多唔同嘅層次啦，品牌嘅服務都係可以做到唔同嘅深度同埋闊度啦。我覺得除咗佢哋開一啲叫做高淨值客戶嘅咖啡廳或者一啲中心之外，如果能夠為銀發族貼心嘅 centre 咧，我覺得嗰個企業咧就真係先至要有社會責任咯呢個係我自己嘅睇法。政府咧喺2025年推出咗一個超過60歲先至可以買嘅政府債券當時咧政府咧發布咧就係香港700幾接近800萬人口咧，當中咧係有125萬嘅超過60歲嘅人士係合資格可以買到呢個政府債券嘅。125萬唔係一個細嘅人口數目。如果大嘅金融機構，不論銀行或者保險公司都好，如果佢即係以而家嘅比例嚟講你話大約係1/6嘅市場都已經係銀發族啦而佢哋即係政府你話大為社會責任，我哋大家要諗點樣安老養老，保險公司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啦，銀行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啦。如果呢個人口數字只會增加唔會減少嘅話，保險公司或者銀行係咪需要放更多嘅資源去為唔同層次嘅銀發族、唔同層次嘅財富嘅銀發族去做唔同層次嘅服務咧？呢一個係其中一個社會責任嚟嘅要一個企業持續發展咧，我哋唔係淨係諗某一部分嘅人咯高淨值客戶嘅我哋梗係要做啦咁但係舉個例子我當10萬人之中原來咧就有20% 係高淨值或者10% 係高淨值。咁我哋只能夠話對嗰班人好好招呼，但係而呢班人咧，佢哋同時間亦都考慮緊究竟新加坡係咪又係另一個選擇咧？大家個競爭對手咧就已經係本土嘅問題啦，已經係去到唔同國家存放佢哋資產嘅問題，有另一個層面啦。如果我哋純以本土香港預咗喺香港退休嘅一班銀發族，甚至乎有一啲
比較有資金嘅客戶，喜歡香港嘅醫療制度，佢哋亦都會回流翻嚟香港去退休嘅時候，究竟金融機構、銀行、保險公司，佢哋應該為呢一班人提供乜嘢嘅持續嘅服務咧？我覺得大家去值得思考。今日呢個短片咧，我就將紙本信件對每一個投保人嗰個影響，同埋佢嘅源頭，咦點解要冇紙本文件咧演繹俾大家了解知道嚇。咁我未必係全部啱嘅，不過即係都希望對大家有一個啟發啦。如果大家咧都覺得我哋嘅內容咧係好嘅話咧，就記得 subscribe 啦，或者 forward 俾有需要嘅朋友啦。咁我係 Miss Chow 啦，過去疫情裏邊咧製作超過365條保險知識短片啦。目標希望更加多投保人了解保險顧問嘅存在價值。如果你都認同嘅話咧，希望你哋嘅心心往嚟啦。另外就係、如果你自己做緊嘅行業，你又覺得麻麻地喎，同埋即係經濟似乎就算自己有啲資金都好，都似乎未諗到有咩生意去做。咁我覺得咧，保險行業咧喺過去疫情到今日為止咧，個新生意額咧都係增長緊。咁呢一個都係香港政府好重視嘅行業啦。如果你都相信退休管理係啦，醫療管理喺香港係一個好重要嘅事情嘅時候咧，保險係一個好值得投入嘅行業，可以請佢飲杯咖啡，大家再交流多啲，睇下有冇機會做合作夥伴啦。下次見。